香港嘅老友記，呢個 view 正唔正呢？呢度就係珠海橫琴嘅地標天目琴台啦。咁響呢度嘅正對面有個屋苑，100萬出頭呢就可以攞到一套3房嘅物業，係咪真係有咁筍呢？我哋一齊入去睇睇。呢度咧屬於粵澳深度合作區嘅核心位置啦。咁距離橫琴口岸梗係5分鐘嘅路程，過關返香港都係非常之便捷嘅。加上有跨境巴士啦，大橋路網都非常之方便。就算你兩邊往返返工、探親、週末小住客都唔使話太過奔波。咁呢個片區咧本身都有好多嘅企業同埋年輕人聚集，再加上橫琴嘅文旅啦，商業持續發力，人流充足，租盤嘅需求咧一直都好穩定嘅。咁投資收租嘅話，客源根本就唔使話擔心。澳門大學就喺我哋嘅旁邊，咁明年2萬嘅澳門師生正式進駐咧，可以講話學生宿舍最佳嘅選擇。呢個建面61個平方咧，實質可以做到90幾個平方俾你，因為呢度係買一層送一層，4.9米嘅挑空咧，一啲都唔會感到壓抑。你睇下呢個中空個吊頂係咪非常之正呢？全屋嘅話做咗3房嘅格局，大家感受一下有冇一種住喺小別墅嘅感覺呢？最正嘅係1樓一個衛生間，2樓亦都有一個衛生間，呢個係我哋香港老友記非常之中意嘅。如果想知道呢個項目嘅最新單價同埋剩低有咩靚仔樓層呢，同埋最真實嘅一個租金水平，評論區留言，我1對1話你知。